背了命案还能在街上乱跑，胆儿够大呀你！糟了，射中郭元贞那根箭，你有没有取走？不知捕头大人光顾不好，所谓何事？不知苏小姐可曾听说半月前的一起城郊凶杀案呢？官爷是怀疑我夫君。现场行凶的其实是2个人，会不会牵连他儿？官府已经在和你夫人喝茶了。此前局势恰如这艮为山下，2山相重，重山关锁。郭彦珍性情冲动，差点误了事。不过现在他死了。